園林再講翻我哋小區最大嘅賣點容積率。容積率2.33係咩概念呢？小高層嘅容積率標準係1.5到2.0之間，19層以上嘅住宅容積率係2.4到4.5之間。我哋嘅小區容積率係已經接近小高層嘅標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真房源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置業阿豪。我哋又嚟到一方水謝呢個小區啦。之前都講過呢個小區綠化率超過35%嘅，成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。我哋今日影嘅係咩產品呢？就係我哋前面呢個小高層嘅產品，總層高9層。我哋影嘅就係頂樓複式一個產品。小區採用嘅係 Art Deco 嘅建築風格，園林係東南亞風情式園林。小區有東門同西門2個大門，東門出嚟係一個距離內環道80米嘅晴田廣場。白雲新城片區內將晴田廣場做咁大嘅樓盤係獨一個。晚上好多家庭主婦喺度跳舞，飯後帶細路仔或者寵物出去散步嘅。西門門口一個幼稚園，門口出嚟係同九州玉帶灣交界嘅小區路。呢度有直達到沙田站嘅專線巴士，站點就係喺呢度。小區內自帶咗健身區域，2個兒童遊樂場，下沉式嘅一個游泳池超1000平，加上超80米嘅樓間距，顯得各個區域同流動之間錯落有致。講翻園林，再講翻我哋小區最大嘅賣點容積率。容積率2.33係咩概念呢？小高層嘅容積率標準係1.5到2.0之間，19層以上嘅住宅容積率係2.4到4.5之間。我哋嘅小區容積率係已經接近小高層嘅標準，毫不誇張咁講，我哋小區晴田廣場再蓋多一排樓，容積率都係唔會超標。正因為開發商之前嘅寫有咗今日嘅得。新天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雖然唔係咩大品牌嘅開發商，但係喺本地開發商2個樓盤業主嘅風評都係相當之好。講翻小區嘅位置，我哋小區係位於白雲新城片區，喺成個淡水嚟講係屬於淡水西一個板塊，屬於林森一個位置。門口就係內環路，主幹道往南邊走3公里就係我哋深圳坪山，地鐵沙田站都係喺呢個方向，大概有4.5公里左右距離，揸車或者電動車都係13分鐘左右時間就可以到達。到800米可以到保利樓下一個超市，白雲坑市場1.9公里，2.6公里可以到區政府商業群天虹商超、英之王商超、城記中心商超等商業綜合體，醫療資源都完善。除咗樓底下帶咗一個口腔診所，1公里內有私人診所，2.5公里可以到三和醫院、三甲醫院，3.6公里可以到惠陽中醫院，6.9公里可以到深圳坪山中心醫院。教育資源配備完善，小區內配備咗幼稚園，800米可以到我哋淡水，第10小里內可以到我哋惠陽半島學校。前幾日上咗一套盤，而家我哋跟住鏡頭去睇下有咩料到。我哋而家嚟到屋苑呢度啊，呢度係55.84平方嘅複式產品。入電梯嘅右手邊呢，第一戶就係我哋啦。呢戶而家係住咗人嘅，呢個係鞋架位啊。入門我哋嘅進深咧係有翻8.5米噶，包括陽台、餐客廳呢個成個空間咧有翻22個平方嘅。我哋睇睇陽台，陽台係非常之大嘅，有翻10.3個平方，冇遮擋嘅一個光線。呢個係公共衛生間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嚇。我哋乾濕分離裏邊咧，仲有翻2.5個平方嘅空間係夠用嘅。呢個係主人房8.5個平方，一般咧老人家就好喺呢度休息啦。我哋住2樓，即係都有櫃1.5米嘅床，仲有一個60 cm 嘅飄窗，個窗咧都係兩面採光，光線係非常之好嘅。再過嚟係廚房一個空間。成個廚房咧都係比較大，有翻4.2個平方，帶咗一個生活陽台。個生活陽台咧有翻1.8個方嘅。我哋將雪櫃咧係擺喺呢個角落頭呢個位置嘅，咁樣成個空間比較好睇啦，都唔會阻滯其他地方。我哋而家睇睇2樓一個空間。我哋2樓之前咧係可以做2個房間嘅，但係個業主咧就冇分開嚟做啦。15.8個平方，成個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嘅，朝南向睇前面個視野。我哋而家總結下呢套房55.84個平方，業主咧係55萬可以出嘅。
我哋都睇得到個層高係有非常之高嘅。之前嗰啲複式咧係層高稍微矮啲啲，呢啲咧係真複式3米層高嘅標準。優缺點同大家講一講。第一個優點咧就係55.84個平方複式產品，實用率係極高嘅。實用率咧我哋達到160%左右，而家嘅套內空間可以用嘅85平方左右度。第二個優點咧就係我哋呢啲真複式住起嚟個舒適度咧係非常之高嘅。長輩啊住喺落邊，我哋住上邊咧，成個舒適度係有嘅。第三個優點咧就係我哋呢個係9樓嘅嗰個產品，我哋呢棟咧係屬於小高層一個產品嘅。我哋都影過好多啦，都係嗰啲商品房啊，或者係30幾層嘅高層，呢啲小高層咧都係相當之稀缺嘅。缺點都講一下，就係而家有人住啦，有啲地方咧需要自己重新執一執先可以入住嘅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，關注我，帶你睇盡每週靚房。